宣调，全日拢着对上帝来出欢喜的声。唱我俄罗伊的名的阳光，用俄罗的话来显明伊的阳光，着对上帝讲：你的所做遐通惊，因为你的大权能，你的对着却降服你，全地要敬拜你，吟诗俄罗你。吟诗俄罗你的名，现在请咱备办好咱的心，咱要做三角的祈祷。全能阿爸，爸上帝，我满心的感谢你，因为阮拢是你的奴仆，随便用谦卑诚实来敬拜阿罗你，你也赏赐恩惠仁慈互阮，也赐福万国万民。我也要感谢你，因为你创造阮，保守阮，佮赐福气互阮。并借着主耶稣基督的保护，来赎回世间人，嘛赐予阮有接受恩典之道，通予阮仰望将来的这个荣耀。愿恳求你，予阮会通常常纪念你的恩典。今仔日阮唔简单要用嘴来学落你，阮也要通伫阮的生活中来表现出来，将阮家己奉献予你。当作活祭，一世人要用圣洁公义来服侍你。那最近日本发生了歹人枪杀前首相安倍晋三，来失去一个世界上真要紧的这个政治家，也失了一个真挺咱台湾的好朋友。他希望安倍晋三前首相的这个追思礼拜，这个葬礼已经结束了。就是这个枪杀人的这个杀人的动机，到底是孤军的作案，还是不可个人的这个背后的势力？但日本警察嘛真努力伫追查中，因为伊是为着自由民主党被选人。伫奈良来徛台助选中被枪杀死亡的，所以伊嘛帮在了自由民主党的大赢。所以本人已经离开了，从是这个暴力的这个行为，也阁是受到各国真侪人的这个议论。但美国本土嘛出现反亚洲人的这个暴力的攻击事件。有用这个汽车来弄死亚洲人，
嘛有将人杀到这个月台的这个事件，嘛伫这个地下铁内面来拍亚洲人这个暴力的事件等等，但受害者、死伤者拢是这个亚洲人，因着病毒这个居家隔离，互人的心理生出这个无健康的心态，将这个病毒怪罪伫亚洲人的身上，来引发这个暴力攻击的事件。讲求天父上帝来医治这的病态、这的这个心理，啊，差派天使天军来保护着亚洲人，尤其是这个年长的，互这的种族的歧视会当平静落来。因为阮实在是无愿意，搁再看到世间人三加三吞。但阮今仔日搁一摆透过 YouTube 网络礼拜来敬拜俄罗斯，归个主你的人民，互今仔日所有参与着这个网络礼拜的乡亲兄弟，做用着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你，来服侍你，互主名得到荣耀。互阮每一个兄弟拢会当吃做上帝要赐福的管道。现在求主你，将来千基罗卜的嘴，圣神也来监察阮的心思意念，互阮有蒙恩一个主日，甲阮诚心的感谢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咱做伙来听上帝的话，记载伫《申命记》32章第7节，着会记得古早日，少年历代的年，问你的老爸，伊会甲你指示；问你的时代，因会甲你讲，就认为圣经在记载伫《申命记》第1章11节，愿耶和华恁列祖的上帝，互恁比现今加千倍，也照伊所应允恁的赐福恁。这是上帝的话。既若读甲听遐个有言，佮遵守其中所记载的，拢是有福气，因为日期近啦。阿明。俄罗，我要来欢喜，我要来欢喜，对我的主来歌唱，我要来对伊唱新的歌。我要俄罗，我要来对伊来唱新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对我做歌手，我要来对唱新歌。我要来欢喜，对我做歌手，我要来对唱新歌。我要学咯，我要来对唱新歌。我要学咯，我要来对唱新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哈利路亚。我要学咯，我要来对唱新歌。我要学咯，我要来对唱新歌。对我做歌手，我要来对唱新歌。我要来欢喜，对我做歌手，我要来对唱新歌。我要学咯，我要来对唱新歌。我要学咯，我要来对唱新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
手，我要来对唱生歌。我要来欢喜，对我做歌手，我要来对唱生歌。我要我要来对唱生歌。我要来对唱生歌。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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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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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哈利路亚。我要来对唱生歌。我要来对唱生歌。对我做歌手，我要来对唱生歌。我要来欢喜，对我做歌手，我要来对唱生歌。我要来对唱生歌。我要来对唱生歌。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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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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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哈利路亚。我要来对唱生歌。各位乡亲、时大、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大家好。这个美国亚利桑那，这个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马坎，伊伫这个
越战的战场有一段真即个传奇的即个经历。差不多伫半个世纪以前，马坎捌互即个越疆关伫即个监牢内面，差不多5年半的时间，并且受到真大的即个酷刑甲折磨。那么马坎伊出身是一个真出名的即个海军的世家，伊老爸小约翰，甲伊阿公约翰，拢是即个海军4星的即个上将。那么马坎追随老爸甲阿公的脚步，投身伫即个海军来服役。当伊30岁的时阵，伊被派去参加即个越南的战争，就是因为伊所驶的飞机，即个越疆甲伊拍落来，所以互掠去，并且关伫一个名叫做灰炉的即个监狱内面。当时美军的太平洋据部的即个司令官，就是马坎的老爸，所以当即个越疆被问出马坎的姓名，甲伊军阶伊的背景了后，就得到一个宝贝。因讲咱今日掠到一个皇太子咯。那么8月所讲的即个贿赂的监牢，是专门伫关押档案件即个重要即个犯人，甲伊即个酷刑拍人真出名，所以美军听到即个名的时，拢会惊吓尿尿喘，所以就甲警惕甲伊称为做河内的希尔顿大饭店哦。那么因为即个越疆拍算伫日后要做即个作战的即个宣传，通好好利用即个皇太子，所以马坎得到医疗上医的机会，所以伫遐马坎就接受了一寡最基本的即个治疗。那么6礼拜了后，马坎佫重新倒转去即个监牢内面。那么当时美军即个战俘的中间有一个不成文即个约定，就是大声入来都要大声出去，以免打击了整个人的即个士气。所以马坎就拒绝要享受任何即个特权，所以开始讲掠起严严的即个刑罚，家己掠起来讲的即个生活。那么差不多5年外的即个日子内面，马坎伫即个暗无天日的即个监牢内面，受尽即个狱卒的即个虐待甲凌辱，后来出现一个有疼心的即个狱卒每暗的10点若到的时，就准时来到马坎的即个监牢内面，甲伊偷开伊的双手、伊的双脚顶悬的即个铁链互伊较好的困。伊伫到过顶工清早起的4点的时，结果倒转来将即个铁链甲伊挂起。然后有一天，即个圣诞节的早起时，马坎被放风出去伫外面散步。那么只有疼心的狱卒伊冒着即个生命危险，大胆来到马坎的身躯边，躺车脚伫即个沙顶，用脚画一支十字架。两个人就相对无言，恬恬伫遐咧见证上帝恩典。所以伫迄段经历，为着马坎的即个信仰的生活，就亲像煮了一支强心剂哦。伊知影，就是伫迄个困境的中间，伫边上帝嘛无放弃伊哦。所以1997年，这个《时代》杂志将马坎列做美国最有影响力25个人的中间一个。所以马坎伫这1999年，伊所写的这个回忆录，
我的老爸时代的这个信仰 ，faith of my fathers 就叫做真畅销的这一本册，即嘛促成伊总统选举的这个声势，是讲伊错过2摆这个总统的大选，第一遍伫2000年，伊纵然面对着这个小布希阵营真强烈的这个攻击。不过，伊愿意退出这个选举，全力来支持小布希来当选这个总统。那么第二遍是这个2008年，伊面对着民主党超级的政治的明星，是奥巴马的挑战，伊犹原拒绝去把握负面的这个选举，并当面来纠正支持者。对奥巴马来指控，讲是阿拉伯人这个不当的这个指控，所以这个马坎最互人所懊恼的是为着党内甲国家的大局，无陷入伫这个政党的恶斗，并勇敢来建立这个军官甲绅士政治的这个模范。那么伫圣经中，咱看到上帝拣选以色列百姓。并介入因的这个历史中，上帝要求以色列百姓都要经常去回想，甲记牢上帝对因的实行的这个恩典。那么伫古早的年代，也未有这个印刷术的以前，拢是靠着人惊人的这个记忆力，即个用嘴传讲，将上帝伫因中间最伟大的作为一一来传讲出来。咱人想象，伫这个暗暝的这个清晨的下面，有几个囡仔围伫老爸甲阿公的身躯边，要听伊讲我的祖阿伯遐个故事。所以犹太人的信仰是一个真讲究群体记忆的这个信仰。伫这个信仰内面，最大的罪，毋是违背一条道德的这个诫命。乃是袂记哩上帝，将上帝甲耶和华甲绑做伙，是一个历史的这个记忆。所以用申命记做例，上帝惊以色列百姓袂记哩伊的命令，所以爱摩西佫写落这个申命记，重申这个申命记的命令。我当时摩西已经是120岁，伊行完40年旷野旅程以后。用真迄个悲壮的这个心情，以色列百姓宣告伊最后的这个诫命，这嘛是伊最后的遗言。对象是出来及去以后出生这个第2代。那摩西写落这个申命记，是因为伊困切真毋望，这个旷野的第2代，等于进入迦南地以后，为人继续顺探上帝的话。并且坚守伊的信仰，通过祖先的信仰，为人一代传落一代，直到永永远远。那么伫今仔日这个圣经在内面，摩西提出3个具体的命令。伫这申命记32章第7节讲：你着追想上古早的日，写入历代的年，问你的老爸。伊要指示你，问你的时代，伊要甲你讲。所以，这个信仰的基础是伫老爸喙中，是伫时代因的回忆的内面。通过这个回忆的这个过程，犹太人通进入因的信仰，并且进入伫伊的这个群体内面。头一个命令，摩西讲：你着追想上古早的日。那么，这个上古早的日，毋是你只单纯的过去尔定，乃是你指上帝话语伫这个历史中所成就的这个卡者。那么，对于阿当夏娃犯罪被赶出这个爱甸农了后，人类一直伫上帝面前无停止伫咧犯罪，总是上帝毋捌停止伊的拯救，所以充满上帝疼爱甲心酸。目屎这个岁月，就是上古早的这个日。
这是一条信靠并且成就比赛啊应允信仰的路，也是一条无停止甲社会征战的苦难的路。最是互人感恩的，就是伫这条路的结局是上帝所应允的平安和祝福。那么人是一种今后袂记哩代志的这个动物。搁再重要的代志，时间也一个拖久吼，拢会袂记了去。所以上帝设立这个纪念日、甲纪念日，要来帮助以色列人的这个记忆。譬如讲，以色列百姓必须要守三个这个节期，就是守这个搬过节、七七节、甲大了啊节。那么制定这三个节期的意义，就是为着要互以色列百姓通记牢上帝伫这个历史中所实行这个奇妙的救恩。上帝各用着真实看到的这个物件来做记号，来提醒以色列百姓。比如讲，当以色列百姓摩西甲亚伦发出这个妄言的时，调节因的这个领导权的时阵，上帝干那叫亚伦这个管仔来发言，并将亚伦发言这个管仔留伫约柜内面，互因会记哩老爸甲时代因的背叛，用这来做感慨。上帝佫命令以色列百姓将上帝伫旷野互因食饱的这个玛纳，缀伫这管仔内底，嘛放伫这约柜面前，通纪念上帝伫旷野赐因的这个恩典。上帝还佫命令将两块刻有这个10条街的石板，嘛放伫约柜面前，通纪念上帝来颁布这个律法。但上帝命令以色列百姓追想上古早的日，目的是要爱因会当晓悟，伫这个过去的日子，虽然有真侪这个苦难甲试炼，总是处处拢有上帝无条件的疼，算袂一个恩典，以及百般的这个眷顾。那么第二个命令，就是摩西讲，你着孝念历代的这个年。那么历代的年，就是指这个上古早的日个中间，存在有特别的意义，真重要、特定的这个时间的。所以孝念历代的年，唔单单是你回过去尔定，更较爱详细的查观察，进入这个晓悟伊的这个本质。譬如讲，当以色列百姓受掠到了巴比伦，就是因这点嘛看袂到，倒转去雇佣这个五望的时，所以当因啊，开始孝念上帝甲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的时，并且孝顺祖先伫埃及最努力的时，上帝所实行这个新约，因就有缘要存在这个五望。所以果然，伫70年后，因倒转去因的雇佣咯。第三个命令，摩西讲。问你的老爸甲你的时代，摩西所讲的老爸甲时代，是只包括亚伯拉罕在内，所有信心的这个族长，甲百姓这个领导者，因拢是遵探上帝的律法，通过祖先的口传，要俾上帝做代志的原则、朴刻之事。真值得注意的就是，这个长辈。大多数拢是长会寿的人，人生中有一寡物件是通伫短时间会当去晓悟啊。毋过呢，有真侪代志，确实需要长的时间积累着你的经验，才通晓悟的。所以对因来讲，上帝的话毋单单是知识，更加是进入因生活中的这个智慧。上帝将领导权授予予因，敬虔。长会寿的这个历代这个族长因，互因百姓来求问，所以当国家遇到这个危机的时阵，百姓应该都要爱去问社会这个元老。同款，当百姓进入去迦南地以后，伫新的社会文化中，信仰面临着混乱的时阵，
上帝命令因去请教因的老爸甲伊的时代。所以对于伊这个老爸时代的信仰以及历史，毋知影咱的生命，毋单单是家己的成败、荣光，也是讲侮辱，还会当影响到咱的后代。所以当咱做了这个正确的这个选择，咱的后代那么活甲真轻松呢？咱会当食做因的这个骹踏椅、骹踏石，互因会当爬上一层楼啊！总是当咱来做错误决定的时，就要诚做咱的后代这个绊骹石，互因的生活困顿。所以咱做每一桩做代志的时，爱去想到咱所带来这个影响，是要互咱的囝儿孙更较得到福气，还是要拖累到因呢？所以圣经讲，代表是合上帝心意的人，得到受上帝这个祝福，总是伊的后代所罗门王在位的时，更较是享受荣华富贵。毋过真可惜，所罗门王伫晚年，伊就带真侪外邦人的查某囝，就开始敬拜别个神，直至到激动上帝的受气。上帝就对所罗门讲：“我原本应该将你所承受的祝福拢总摕掉，总是因着你的老爸大卫，伊服侍我、听我，我要坚守甲伊的约定，永远留落祝福要互你。”那么上帝的心意，咱通一代比一代更较兴旺，更较优秀，更较有成就感，更较经历到上帝的恩典甲祝福。就亲像摩西伫这个申命记第1章11节所讲的：“徒徒愿耶和华恁的主的上帝，互恁比如今更较侪千倍。”照伊所应允恁的话，赐互恁。所以我相信，咱今仔日会当领受即款的祝福，是因为咱的父母因在世的时阵，好款待着别人，因愿意去帮助别人，为着别人来牺牲奉献。所以上帝纪念咱的父母所付出的，所以咱即代嘛通承受遮尔大遮个祝福。所以对咱对内心做一个良善有仁慈的人，就是伫积聚天顶的这个财富。所以你的囝儿有一日会感谢你，因着你所做，因通经历到前所未有的这个祝福。你所押出去这个种子，现在因伫丰收，你当年所做，你是讲互因今仔日会通得到福气。所以我真望咱会通诚做即款的人，伫咱的厝内会通诚做累积即个善的即个厝，为着咱的后代囝儿累积伫天顶属灵的即个财富，嘛较好过咱留落千万即个财产互囡仔。咱既然咱的先人为着咱带来即个恩典甲祝福的时阵，但我今仔日嘛要甲着兄弟姊妹共同来勉励，咱要诚做一个夜正子的人，互敬畏上帝的即个信仰会当继承落去，会当一代传落一代，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回应诗歌，保护以色列的无拄面。咱今日讲道的主题，就是咱老爸甲时代因的信仰。那么今日互咱看到，既然咱的先人为着咱所带来这个恩典甲祝福的时阵，我也要甲各位兄弟姊妹做伙来三角来勉励，咱来诚做夜正子的人，互敬畏上帝这个信仰会当继续传落去。会当一代传落一代，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咱今日要来用这首诗歌
保护以色列的无渡民，要来做回应。阿免。不好，以色列是上帝，也无渡民，也无困去。不好，以色列上帝。也无渡边，也无困去。不好，以色列上帝，也无渡边，也无困去。不好，以色列上帝，也无渡边，也无困去。以色列用山野吧。咱是对打落来，对这天的上帝啊来，伊的名是耶和华。不好，以色列上帝也无渡边，也无困去。不好，以色列上帝也无渡边，也无困去。以色列用山野吧，你的帮咱是对打落来，对这地的上帝也来，伊的名。是耶和华，一是太阳伊无上你，咪是月亮无害你，耶和华保护你，免受一切灾害。一是太阳伊无上你，咪是月亮无害你，日出日入伊保护你，对打到永远。以色列中山野吧，你的帮咱是对打落来，对这天的上帝啊来，你的名是耶和华。
是呀，不好，以色列是上帝，也无杜宾，也无困去。不好，以色列上帝。也无杜宾，也无困去。不好，以色列上帝，也无杜宾，也无困去。以色列上帝，也无杜宾，也无困去。以色列用山野吧，你的帮咱是对打落来，为做天的上帝也来，伊的名是耶和华。不好，以色列上帝。也无杜宾，也无困去。不好，以色列上帝，也无杜宾，也无困去。以色列用山野吧，你的帮咱是对打落来，对做天的上帝也来，伊的名是耶和华。一是太阳伊无上帝，暝是月亮无害你，耶和华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一是太阳伊无上帝，暝是月亮无害你，你出你入，伊保护你，对打到永远。以色列中山野吧，你的帮咱是对打落来，对做天的上帝也来，伊的名是耶和
来祈祷。亲爱的宝贝上帝，我感谢你。今日我对圣经《申命记》32章第7节，《申命记》第1章11节，我做来思想，咱老爸甲时代的这个信仰这个题目，对今日的信息中间，互咱知影，咱今日会通领受到这款的祝福，是因为咱的父母因在世时好款待别人，因愿意去帮助别人。为着别人来牺牲奉献，那上帝既然咱的父母所付出的，就是我们第这代嘛会当承受着这么大的这个祝福。所以当咱对内心做一个良善仁慈的人，咱就是得接住天顶的财富。但你的囡仔有一日拢会感谢咱，因着你所做。因通经历到前所未有的这个祝福，你所押出去这个种子，现在因拢在丰收。因当年所做，就是看因今仔日会通得到福气。也真望咱会通真做这款的人，在咱的厝内会通真做积资善事的这个厝，为着咱的后代囝儿。累积天顶属灵的这个财富，较好过留落这个千万的这个财富给因。咱就既然咱的先人，为了咱所带来这个稳定、甲祝福的事，也要甲六位兄弟、乡亲三甲来勉励，咱要真做一个亚正子的人，互敬畏上帝的这个信仰，会当继续传落去。会当一代传落一代，直到永永远远。感谢天父上帝赐了这款宝贝的这个语言，做咱脚前的顶路上的光，通互咱会当来学习，咱老爸甲时代因的信仰，同时的祈祷，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这条赖山牧师要甲恁祝祷，愿天父上帝主甲怜悯，主要所给的稳定，圣神背所有感动甲交通，甲亲爱兄弟姊妹同在，直到记做面迄日，奉父囝圣神的名，阿门。亲爱乡亲时代，兄弟姊妹。咱今日是第礼拜甲网络礼拜，到这要过一段路，望伫后会同一个时间，无论伫教会还是伫空中相见的时，愿上帝赐福保护恁，阖家平安，万事如意。再会，拜拜。愿恁平安。恁着去照万变是最好事，甲伊行说来归遍上帝，着甲因遵守主的命，普天的传福音求灵魂，愿恁平安，愿恁平安，愿耶和华予伊的面光照你，愿恁平安，愿恁平安，愿被上帝欢喜的面看你。恁着去照万百姓做下情，甲伊行说来归遍上帝，着甲因遵守主的命。